Daiso 賣到斷晒貨嘅美觸睫毛梳，個個都話係好物必買，真係可以梳到觸感嘅睫毛效果。又到尾篇實測時間啦！一支分別有3個功能，可以梳出觸感睫毛、梳走結塊同埋防止 mascara 揩到眼皮。用睫毛夾跳啲眼睫毛之後，可以用呢邊嘅密齒梳梳順啲眼睫毛，之後再搽上 mascara。搽完之後可以用另外一邊嘅大齒梳嚟梳。上網睇就話要將啲眼睫毛攝入去之後，再以石型咁樣向上拉。我想講啲眼睫毛好似攝唔入去嘅，真係得咩？咁我右眼就有用呢把觸感梳嚟梳啦，個效果係咁嘅。呢邊左邊呢邊係冇用呢把梳嘅，用咗個寂寞啊，真係呢把梳，揩到啲眼皮污糟晒添啊！嗱，呢邊頭咧係真係可以防止 mascara 揩到下眼皮嘅，但係搽起上嚟係有啲困難嘅，我覺得。總括嚟講咧，我覺得呢把觸感睫毛梳嘅作用唔係咁大。如果你真係追求啲好觸感嘅眼睫毛，可能直接用鉗會更加明顯。咁大家自己衡量下，使唔使入手呢一把觸感睫毛梳啦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